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 Sam。今日賽事局勢極度波動，既有正路賽果，亦有超高賠率冷馬爆出。例如第一場、第七場、第十場。而家我哋用一張圖睇下先。戰果總結：首選3場勝利，第3場1號1.8倍，第5場12號9.5倍，第8場2號5.4倍。風險對沖：第7場系統標示嘅 Danger 馬1號火悟空勝出8.5倍，證明系統對有分無態，形勢不利但具級數馬匹嘅警示有效。冷門洞察：第一場推薦嘅9號文彩風流跑入亞軍獨贏71倍，位置11倍，回報極佳。失準檢討：第4場勝出馬6號系統僅列為觀察，原因系統過度放大咗內檔優勢，低估咗6號10檔喺4班嘅評分反彈能力。第6場預測1號勝出馬4號，直路賽外檔11檔嘅1號表現令人失望，可能受臨場狀態影響。32倍嘅4號屬極端冷門系統難以捕捉。第10場預測2號勝出馬8號，原因2號起步嘅時候發生碰撞，中距離賽事受制於臨場步速嘅變數比預期大。系統自我修正，強化 Danger 轉化邏輯。當 Danger 馬匹高分但形勢差嘅賠率臨場冷落至大於8.0倍時，系統將自動將其提升為防守性配腳。極端冷門過濾，針對第6、7、10場出現嘅超冷門30倍加，系統將喺混沌局模式下增加對落飛馬或配備變動嘅敏感度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一齊見證模型成長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